星學堂，美股101。好，嚟到呢個環節直播室裏面咧，有我蔡展輝喺度，當然亦都有我拍檔啊，美股隊長 Jonathan 你好。係各位聽眾好。嗱 Jonathan 我哋之前係講瞓覺啊，有陣時有啲好嘅書啊，投資書介紹俾我哋，甚至乎咧就話咧有陣時都要從一啲嘅猛人啊，投資猛人咧學嘢。之前你係介紹嗰個猛人叫霍華馬克思，今次咧好似又有一個猛人要介紹我哋食喎。係啊，咁啊，今次嗰個猛人係叫做史雲生啊嘛。OK， 咁就比較得意啲你個名，大家都熟㗎啦。係啦 ，David Swensen 啦。係。咁佢就係耶魯大學嘅校產基金嘅一個基金經理。咁啊，由85年到2015年開始咧，到而家其實到而家都仲係即係管理住個校產基金。咁喺85到2015年咧，佢嗰個即係回報都係非常非常之理想啊，所以我先介紹呢位仁兄嘅啫。嗱，你話理想啊，咁啊個基金經理都話自己理想啊，但係我叫得佢做名人堂裏面嘅猛人。咁佢平均嚟講，過去呢啲咁嘅年平均嗰個嘅回報係幾多咧？咁啊85年到2015年30年，平均每年回報13.9%，即係差唔多係14%。哇！呢個好多人都做唔到。係啊，因為你諗下85到2015咧，就係有三大戰役，係一個87股災啦，單日跌咗20幾%啦。咁啊，第二就科網股，跟住就911。咁美國經濟要到13年先至復甦翻啦。咁第三就梗係呢個07、08、09嘅金融海嘯啦。咁啊經歷過三大戰役啊，咁鬼困難嘅投資環境咧，都有差唔多每年14%嘅回報咧。咁可以睇得出呢個人係非常非常之犀利嘅操盤手嚟嘅。嗱，咁佢嗰個嘅投資嘅風格，或者佢嗰個你話經歷咗幾場戰役都屹立不倒，其實佢嘅態度嘅取態，或者佢點解有咁過人之處咧？佢嘅即係一個 terms 嚟形容佢就係多元化。即係可能股神巴菲特就淨係買股票，揀股票好叻。咁呢個史雲生咧，佢就係除咗股票之外咧，都好多時會投資呢個房地產啦，同埋 REITs，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。咁啊，真係房地產，咁啊對沖基金啊、私募基金都有買嘅。咁啊，有陣時嗰啲未上市嘅股票都有去操作。咁變咗上嚟講咧，即係如果你諗翻1985年嘅時候咧，佢已經用一個咁樣嘅 approach，其實係比個時代領先咗好多。係啊，因為通常嚟講80年代咧都係不離股票同債券呢兩種嘅啫。係啊，咁佢已經係一早引入咗另類投資。咁啊，同埋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，其實我哋而家就好熟悉啦。但係可能你諗翻10年前領匯上市嘅時候，大家都陌生，大家都唔知咩叫冇錯嘅咩嚟咧，係咩嚟㗎？咁樣收租股檔即係都唔知係咩嚟啦。咁啊，好大迴響添啊，當年。咁所以佢係即係變咗上嚟講咧，佢係有佢嗰個獨特嘅一個投資嘅一個方法，亦都因為呢個投資嘅方法，令到佢就算喺股票嘅熊市都可以獲得比較好嘅回報咯。OK， 咁當然啦，我哋往後咧下個星期咧要講講咧，即係呢個史雲生咧，究竟咧佢有咩咁厲害？又或者咧，我哋成日都話喺個猛人咧，佢嗰個 portfolio 咧裏面有啲咩？頭先Jonathan 就講啦，有好多唔同嘅組合，我哋可唔可以去身上咧取經，學一學啲高手嘅身影、高手嘅手法？當然。